水管跟解离性的滑脱，常常发生伫相对较少年的病人。虽然传统的脊椎融合会用缓解症状，但时间一久，可能还阁需要进行重新的翻修，造成手术的风险增加。但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达，现在会用透过脊椎内视镜的手术，不管是做椎间盘的切除、全椎管的减压，甚至是椎间体的融合，拢会用大幅度减少病灶以外的周边组织伤害。内视镜手术的话，它从最一开始发展，它是一个单通道的手术，就是因为椎间盘手术在脊椎手术里面算是一个也是蛮常见的手术，可是它大概就是会造成不舒服症状，就是说脚会痛啊，坐骨神经痛这样。可是它其实这个病灶非常的小，那传统的会觉得就是说，为了这个小小的病灶啊，开刀把后面脊椎一些肌肉啊、韧带啊或骨头，甚至拿掉了很多，这样会影响到那个脊椎的稳定度这样子啊。很多以前的观念会觉得说，为了这一点点小小的病灶，然后破坏这么多，很不值得啦，所以慢慢就发展出内视镜手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破坏，然后就只拿掉那小小的病灶而已。那后来内视镜手术就是慢慢的发展出双通道，就是我们开2个洞，然后我们大伙就发现说，其实多那一个洞，我们可以做手术多了很多，就是包括一些退化啊，然后脊椎减压，都可以用双通道就可以做到很多以前就是要开很大伤口才做到的手术。医师表示，脊椎内视镜的手术不但空脆小，减少组织的破坏，甚至只要局部的麻醉，就会用进行手术。对着一寡因为麻醉风险较悬的病人来讲，嘛是一大的福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